后来乡亲啊，食青菜真好，但是敢若食青菜，拢无食白米啊，原来袂使哩。高雄一个40外岁乡亲要调理身体，连续2礼拜啉青菜汤，拢无食淀粉类的食物，结果人气喘，胸坎啊扎扎，去挂急诊，讲并发到当酸中毒，差一点仔就无命。 一大堆青菜，甲放入去胃仔内面，煮成蔬菜汤，每顿拢啉，当做是养生餐。高雄有一位40外岁男子，想要用这蔬菜汤来调理身体，连续啉2礼拜，体重无减，却颠倒增加。这面甲骹腿拢胖起来，加5公斤，所来胸坎仔扎扎，气喘袂起来，赶紧送病院。能量来源主要是用那个碳水化合物的代谢，那会产生能量。 那可是这个病人的话，因为他没有糖分的代谢，所以他身体里面就有一种酮酸的那个代谢的路径。无淀粉就无葡萄糖，只好转化做脂肪酮体，加做热量的来源。第四，这个血液的酮体上悬，但是过去当酸中毒案例，大部分拢是食这个肉、肠糖的饮食。这个男子食蔬菜汤造成当酸中毒，也佫有一个关键的原因，就是本身有腰肌病。 蔬菜汤来讲的话，里面的钾离子含量是非常的高。它这个如果它有一些血钾一些异常的话，那在这个蔬菜汤的摄取上就要非常的小心。医师强调，腰肌病食食是爱少油、少盐、少钾，甲加2倍。但是不管安怎，唔当偏废某一种的营养，才袂对家己的身体造成互人想袂到的伤害。